是姑娘。是呀，这样的先生，其实恨不得马上扑上去，我但是做不出呀。可些辰光为不这样开放嘞。宋氏姑娘可是比较保守。其实也请侬我所来里向放一放，立起身来后人默默为之一个礼。小费，费子两位嘛分配出来。也想还费浪，但是3年分口见了呀，可要有点额个。小费，费大夫，时光一历了。时光是西施的县名，西施其实姓施，我里是那石楼西村，因为实在漂亮，有情分明，大家才叫你西施。现在的四村县民可觉得离他范蠡的个人是非同一般。范蠡对西施仔细一看，呀，比3年门前更加妩媚动人。所以一个人多吃着醉了会得醉，但是呢，多看西施一眼，心还会得醉。姑娘，是。你想口哈？不哈，3年来不但天天浪想你呢，而且为你担心呀。听说你把5个俘虏带到高手去当奴隶，你叫我哪副担心哦？我一心是分。
西施真绝顶聪明，手家神奇。非里想到水底口破杀，3年当中受水个屈辱，乃西施没亲身经历，你哪晓得？姑娘，真是一言难尽呐。后月相赠，收拾去。大出江山身八角，军人被困对面谁？报谁国家富而出？值得委屈君。啥叫隐忍？隐忍是对啊！3年门前后越交兵，越往归前被困归计山。总算后王最最对啊！归前作为人质，阿王后国，我主动提出，被归前一大红国旗。打理东关公口，为你分与家属。可怜的神人，身躯十分的伤感。那么让我来讲点可恶的事体，让你一家随上。兄，你可记得3年前，你我初次相遇么？3年前头，你俩高头刚刚碰头的情景，你还记得啦？哪不记得？3年前还是啷此地，此时此景，啥也期望我等来一语相逢。且少陪你想到3年前个么情景，精神为之一振，心里想为得涌起一股弟弟的热泪。姑娘啊，是。结局美。